情歌淺淺哼幾句送他，耗盡我已靜寫下，但我心血卻未開花，床邊輕輕相依着也許，秋風一次分飛水。又講應承，你呢樣嘢你都未實現啊！今日咁開心，可唔可唔好講呢啲住？禮物俾佢啊！你話咧，我哋買相機腳架俾佢拍片好啊，定買 iTunes gift card 俾佢買個 editing apps 好？睇啊！我話我哋應該買咩啊？呂文希啊！做乜啫？而家成日喺度，你當我冇到㗎？成日喺度撳電話，你同部電話拍拖定同我拍拖啊？我都係翻我啲 friend， 我係你女朋友啊，邊個重要啲啊？你無謂偷看手機中號碼一閃，豉油和短信逐個查驗。真係關你咩事啊？因為我已經失去咗我最重要嗰一個，所以我都唔想見到其他人好似我咁樣。其實我都係想佢俾多啲心機喺我度啫。也許相愛很難，就還在其實雙方各有各期望，怎麼辦？其實人哋拍拖都係講個信字啫，如果連信任都冇嘅，咁呢段關係仲有啲乜嘢意思呢？但係請相信愛力量，將虛構化力量，如何難受都信愛是善良，越愛越強，花開遍雪地上，冰封卻漂亮，祈求能極開個雪地牧場，未妄想。喂，咁啱啊！唔使上堂咩？肯定你又走堂啦，仲啲 GPA 唔夠低喎。點啊？你有冇出咗事？我唔知啊，總之好似兩個世界嘅人咁啦，又唔啱，又溝通唔到。戀愛時許多關卡不見得太易過。唔單止咁咯，身邊嘅人仲好多閒言閒語，好大壓力咯。其實拍拖啲嘢最緊要係兩個人嘅感覺啫。千夫所指裏，誰理登不登對，仍還受力盡在世間輕水。咁我都唔知道可以點。嗰時我真係好想即刻俾個答覆佢，但係我知道真正可以解決到呢一個問題嘅，就只有佢自己。係咯，哇！2090真係多嘅啫。
好唔凍啊呢度 ，OK 啊。唔係啊，我呢個手就唔會傳俾人。原來一直都係啊，我媽嗰陣時。我仲要等幾耐？我等得仲唔夠耐咩？唔係啊，咁我已經做係我哋真係咁見得光咩？但係呢個社會係咁樣 discriminate 我哋，我哋可以點啫？我都想啊，我都想可以同你一齊，但係唔得。如果今天將失去眼前的一切。你邊位㗎？我都只係想兩位開冷靜啲，解決呢個問題嘅。冷靜？你叫我點樣冷靜啊？記住你嘅地位，從來都冇俾人認同過。你甘心咩？因為咁啦，你仲記唔記得你當初點解會一齊？你哋兩個係因為乜嘢中意對方？旁人從不贊同，連情理也不容，連全情投入傷都不覺痛，如窮追一個夢，愛情當你擁有佢嘅時候，你會覺得係理所當然，但係當你失去咗之後，你可能會好後悔，好後悔當初點解要在意旁人嘅眼光，好後悔點解要咁介懷佢嘅缺點。所以趁你未失去佢嘅時候，就要好好珍惜同佢嘅時光，唔好白白浪費一段又一段嘅感情。他反對就反對，亦都跟你愛下去，猶如在大戰炮火裏，毫無懼色衝過去。誰狂怒，誰攔路，誰話我共誰不登對，無能力與霸權比賽，還是可比他多老幾歲。200年後再一起，應該不怕旁人不服氣，全完或者晚了20個10年，仍然未捨棄。換個時代再一起，等荊棘滿途全枯死，這盼望很悠長。撐到尾，就算困病或失憶，都爭口氣，從旁保護你，頑強地等再過20個10年，當整個世界換風氣，力竭還是在一起，這種堅決無人可比，看戰事多悠長，亦決心打到尾，心不死。